52岁知名导演窦导钮承泽去年底被指控在拍摄新片《跑马》期间涉嫌性侵一名女工作人员，尽管他声称两人是认知不同，并称自己爱慕受害人，上月初仍被依强制性交罪起诉，还被限制出境并以150万元交保。今天5日上午，台北地院针对禁管部分首度开庭，钮承泽穿着西装骑着单车现身，满脸笑容走进北院，心情看来颇为轻松。面对众媒体提问，他说了句“先让我进去音讯，要大家别让他迟到”，接着一律回应“谢谢大家”。钮承泽去年底被一名剧组女工作人员指控用手指插入下体性侵，事后钮承泽向警方供称与受害女子是男女朋友关系，但女方拿出两人私讯对话打脸，强调两人根本不熟。检方认定，去年11月23日钮承泽邀约电影剧组人员及被害女子到自家聚会，等其他剧组人员离开后，即酒意将被害人强压在沙发上并强脱衣裤，导致裤子的内扣被扯掉，随后舔胸并以手指性侵得逞，还想进一步硬上。最后因被害人身体蜷缩在沙发上哭泣发抖，钮承泽才罢手让他离开。窦导虽以喝醉为由不认罪，但他却在案发后不久传讯息给被害女子，甚至道歉。检方认为钮承泽并没有醉到意识不清，而是企图狡辩，便依强制性交罪起诉他。察觉对方有性侵意图时，应冷静设法离开现场，并立即求救。若遭限制行动，勿过度刺激对方，千万不要抵死反抗。相信直觉，拒绝不舒服或不喜欢的肢体接触。睡觉或盥洗时，门窗要上锁。避免与有酒醉、吸毒、有暴力倾向或性犯罪前科的人独处。当对方出现你认为不妥的言行时，应立刻离开或制止。如遭性侵，应立即报警与求助信任的人。